如今，中国各地布满了警察和反恐特警，无论是对女性还是男性，他们揭示了对公众施加暴力的恐怖程度。内政部宣布，派遣中心已按照有关程序完成了591名阿富汗籍移民的驱逐工作。这些被驱逐人员将从埃尔祖鲁姆乘坐宪章航班前往喀布尔。在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，一辆厢式货车驶入行人中，造成至少2人死亡，肇事车辆司机自杀。当局称，这似乎是一起蓄意袭击事件。有12000名选手参加了首次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冠军赛，麦加前伊玛目也参加了比赛。麦加前伊玛目阿德尔·卡利巴尼的出席引起了穆斯林世界的强烈反应。非洲巨大裂缝惊人，肯尼亚西南方地面最近出现沿径几公里的巨大裂缝，而且持续扩大，甚至导致公路坍塌。科学家们发现并表示，这是非洲大陆正在分裂的证据，这可能是非洲大陆分裂成2个的开始。